9分钟，9分钟充满吗？预计从10%到100%， 9秒，9分钟。纯电里程还在上升，400多公里了，还在上升，97%的电，410。啊，9分多钟，应该是这是一个混动的大唐。插電速度真係拍得住加油咁勁嗱！呢個呢就係比亞迪喺3月5號喺深圳總部發表嘅新技術閃充。呢套閃充系統最大充電功率可以達到1500 kW， 同埋要採用1000伏高壓架構以及第2代嘅刀片電池。官方話電量由10% 差到70% 就只係需要5分鐘，如果去到97%，亦都只係需要多4分鐘，即係9分鐘啫。嗱，至於20%差到97%，亦都只係需要大約12分鐘左右。嗱，頭先我哋實際做嗰個 demo 啦，咁就9分鐘咧就可以充到450公里嘅，咁佢就10% 開始，一直充到去97%。但係我頭先我睇佢本身佢去到80% 打後啦，先至係本身去充電，即係嗰個效率啊，嗰個問題。咁因為我哋本身好多時候充快即係充電嘅時候咧，80% 之後就減慢速度㗎啦嘛，好正常，因為其實電池要嗰個熱量啊、充電啊、嗰個散熱啦，佢都要做得好，佢先至可以喺後續咧可以充到嗰個緩衝效果。咁頭先我見佢80% 之後咧，都係好快去到97%啫。咁其實可想而知咧，其實而家比亞迪喺充電喺電池嗰個即係熱管控嗰個技術啦，同埋散熱技術做得非常之出色嘅，所以佢先至可以喺80到97%呢17% 之中咧，唔需要等太耐，都可以喺分幾鐘之下咧就做到嗰個效果。除咗常溫天氣，今次嘅另一個突破就係喺極寒冷嘅天氣之下都能夠做到閃充，嚟解決晒以往北方車主嘅叉電痛點。當日比亞迪亦都模擬咗-30度嘅場景做 live demo， 測試嘅車款係純電版本嘅大唐 SUV， 部車冷凍咗1日，即刻現場做測試。應該是1分鐘之後。好，各位老師，現在我們通過屏幕可以看到充電的速度正在急速上漲。请各位老師留意，我們的充電即將完成。充電完成。比亞迪亦都喺發佈會上邊同步展出咗佢哋其他車款用1000伏平台，同埋第2代刀片電池用閃充之下嘅速度。
呢個技術最厲害嘅一點，除咗叉電時間拍得住加油之外呢，另一個重點就係閃充用嘅線材唔再係重到擔泥咁啦，單手都得啦。以前咧你要咁樣托住佢啊嘛，而家我哋單手。充電站亦都採用滑軌懸吊 T 字形嘅全新設計。咁我釘一次啦，嗱，首先咧就好輕身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想左右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咁樣。等一下，我感受一下。拉左，拉右，咁就得㗎啦。咁啊，呢個方法咧就方便好多其實。比亞迪計劃2026年年底之前咧就起2萬座閃充站，覆蓋城市同埋高速公路。買支援閃充嘅新車車主，亦都可以1年內唔使錢用閃充添。點解可以做到1500 kW 功率穩定充電呢？嗱，秘訣就係喺儲能系統啦。每個閃充站都會有一套儲能系統，將電能儲存之外咧，亦都達到穩定功率輸出，避免對電網造成高負擔。比亞迪話係一個安全同埋友善嘅充電解決方案。至於會唔會縮短電池耐用性？比亞迪強調第2代刀片電池耐用性有提升，整體電池衰減控制咧比現行提升大約2.5%，而且質保條件咧都顯示耐用度有提升。嗱，睇到呢一度，我知道大家心入邊都有唔少嘅疑問，我已經問緊比亞迪可唔可以盡快借新車嚟做實際測試，同埋我就夾緊Neo時間，盡快拍攝有關第2代刀片電池同埋閃充嘅優缺點俾大家。